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韩国的总统大选来变天，由在野党的尹锡悦来当选。年底台湾嘛要来选举，针对韩国这届在野党打败着执政党，国民党的党主席朱立伦嘛表达着伊的看法，讲应该都要学习南韩在野的精神。 韩国现有的执政党因为房价高涨，因为物价飞涨，因为现有的经济处理不好，民怨很深，而造成了现在的执政当局没有办法获得民众的认同，再一次的政党轮替。韩国的借鉴就是做不好就要换人，那国民党也要秉持在野党这样的精神。 这个韩国的厝价一直在飙起，执政党虽然推出着压制着厝价的政策，但是成效有限，这嘛是民众不满真主要的原因。年底轮到台湾要选举了，每一个政党拢手卡练手，国民党最近嘛积极咧部署着各县市的人选，要安怎争取着民心，赢取着年底的这个选战，是每一个政党拢爱思考的课题。 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